高雄有协助身心障碍者就业的辅导协会，伫美浓的办公室嘛是一个庇护工厂。顶礼拜因为隔壁的金纸店火烧厝烧到遮，害因的设施嘛拢互烧了。即马透过社会局的单位在协助，希望赶紧找出新的所在，或者身心障碍者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这里都烧坏啦。旧厝批的烧毁设备，也有限制作品全部予大火烧歹，好几工才唔甘。高雄美浓一间金纸店20发生火灾，大火烧到隔壁6间厝，其中都包含高雄咸宜就业辅导协会加所属的咸宜楼，好在无人员伤亡。一直听到那个爆炸的声音。我们就是一直撤离到那个安全的那个范围，然后后来那个消防队就过来了，然后我们小朋友是很惊慌的，他们就是想着要回来拿书包，那就是要很用力的，就是把他们拖走。工作场内如苍苍，干了硬体设备的损失就超过200万。20个咸宜平方社是靠做灰啊加手工纱文义卖做收入的来源，而且部分学员因为担心经济这因素，爱靠协会加薪。即马维持生活的工作场所规个烧毁，社会局这单位赶紧协助。当局当天就协调2处的场所来提供这个据点持续的营运。议员是来协调，就是说，可能我们协调美浓国小看有没有空教室，那可能会暂时在美浓国小安置。社会局表示，相关设施设备会协助找经费补助，因为原地址对面有公车站，考虑咸宜交通加适应问题，国家厝主管理重建方向，协会决定先找所在暂时先住，听候厝起好，再搁搬倒转去。5万外界会当存出援手，到3工因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